会考的现场。哦，这么高兴，小朋友这么高兴，小朋友都来考了。看一看小朋友在那考。男女老少都在考，看，顾问呢，那么年纪那么大，哦，看典传师的孙子，典传师的孙子都来考，台中来的前线，在堂主在这，优秀优秀。国语版也有台语版的考试。哦，前面你看头发都白了，爱享佛堂老菩萨班，菩萨班，爱享佛堂老菩萨班的前审会来参加后审，前方白头发的，头发都白了老前审，老菩萨爱享佛堂老菩萨班。平常都有在读经，参加读经状元大会考，闽南语读经，全省顾问都来考，连典传师领任都参加会考，男女老少富贵贫贱都参加会考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八仙。象征男女老幼、富贵的、贫的、贱的，没有贱的了。我参加会考得的道就不见了得的三宝心法就不见了。以道为贵，道中得贵。你看前贤年纪那么大都要参加会考，那小朋友你看，小朋友年纪那么小参加会考，你看家长带着小朋友参加会考，你看小年纪儿童读经班的小朋友要参加会考，还有典传，还有前人的、副前人的孙子孙女都要参加会考。优秀，三楼有考区，二楼也有考区。我家长在一楼那边等待。面对镜头还有笑脸，真好。母亲带着小朋友，平常都有亲子读经班，所以母亲带着小朋友一起读经，还有护士关心他的读经的情形。那个读经会考，今天11月17号，读经会考。在旁边帮忙。好多小朋友参加读经会考。
小朋友也是背了很多经典的，也有的十几科的了。0岁到13岁要赶快输入圣贤经典的能量，读经真正能量，传承圣贤经典的圣贤的能量，正能量。有些。读经协会啊，有些，拍照都要很专注呢。有些，有些。你看，有些，有钱人的孙女都参加读经会考，有些。你看长辈都参加读经会考。